Сайн байна уу өрхөн үзэгчид. Мөнхийн жодоод дэлгэцийн энэ дугаараар та бүхэнтэйгээ мөн төчилэн жолгож байна. Мөнхийн жодоод дэлгэцүүл улсын дотн гадны монголчууд болоод монгол хэл сурах хүсэлтэй бусад улс үндэстний хүмүүс. Тэгвэл бас хятад хэлээр юм уу бусад хэлээр хичээлжийг монгол сурагчид оюутдын монгол хэл сурахж яруулсан тусгай нэвтрүүлэг байгаа юм. За ингээд энэ дугаарын нэвтрүүлгээр өгшиг зохицох ясыг харгалзсан жишээтэй дугуйм тайлбарлах болно. 大家好，学蒙古语栏目这期节目里主要讲解元音和谐律以及相关的例子。下面我们一起进入课题。 18 дугаар хичээл өгшиг зохицох ёс. 第18课元音和谐律。蒙古语元音中 a、o、o 称颈元音，属阳性； o、u 称松元音，属阴性； i 称中性元音，属中性。元音和谐律包括以下3个内容：一个词的第一个音节含颈元音 a、o、u 时，接下来的其他音节中都含颈元音，这种词称阳性词。如 havur 一词由 ha、bur 2个音节组成，哈音节中含元音 a， 所以 bur 音节的 u 也属于颈元音。havur 一词属于阳性词。orun 一词由 o、run 2个音节组成，第一个音节 o 为颈元音，所以第二个音节 run 中的 u 也属于颈元音。orun 一词属于阳性词。hayır 一词由 ho、yar 2个音节组成， ho 音节中含元音 o， 所以 yar 音节的元音必须是颈元音，即 a 元音。hayır 一词为阳性词。nur 一词由 na、gur 2个音节组成， na 音节中含元音 a， 所以 gur 音节的元音必须是颈元音，即 u 元音。nur 一词为阳性词。dond 的一词由 dom、da、du 3个音节组成， dom 音节中含元音 u， 所以接下来的 da 和 du 音节中均含颈元音，即 a 和 u 元音。dond 的一词为阳性词。接下来的其他音节中都含松元音，这种词称阴性词。如 os 一词由 b、su 3个音节组成，第一个音节 为松元音，所以接下来的 b 和 su 2个音节中均含松元音，即 和 u。 os 一词为阴性词。nu 的例词由 n、gu、d 3个音节组成，其中第一个音节 n 中含松元音 所以接下来的 gu 和 d 音节均含松元音，即 u 和 nu 的例词为阴性词。orum 一词由 o、ro、m 3个音节组成，其中第一个音节 o 为松元音，所以接下来的 ro 和 m 2个音节均含松元音，即 u 和 orum 一词为阴性词。mus 一词由 mo、su 2个音节组成，第一个音节 mo 中含元音 o， 所以第二个音节 su 也应含松元音 o。
母字一词为阴性词。乌的一词由乌的两个音节组成，第一个音节乌为松元音，所以第二个音节的中也阴含松元音。乌的一词为阴性词。3. 一属中性元音，阳性、阴性词中均可进入。如果一个词全部由中性音节组成，将它列入阴性词。如 “odr” 的一词由 o、拉、ri 三个音节组成，第一个音节 o 为紧元音，第二个音节拉的啊也是紧元音，而第三个音节 ri 中的一则是中性元音，所以该词列入阳性词行列。terun 一词由 t、ri、kun三个音节组成，第一个音节 t 中的为松元音，第二个音节 ri 中的一为中性元音，第三个音节 kun 中的 u 为松元音，所以该词列入阴性词行列。negdor 一词由 ni、g、du、g 四个音节组成，其中 ni 音节的一为中性元音 g、du、g 三个音节中都含松元音，所以 negdor 一词列为阴性词行列中。bichik 一词由 b、chik 两个音节组成，这两个音节中均含中性元音一，所以 bichik 一词为中性词。按习惯，将中性词一般列入阴性词中，